以色列宣布正式甲索马利兰共和国建交，这又是互阿拉伯联盟有够不满。恐怖组织包括索马利亚青年运动、甲也门青年运动，拢放调讲要对伫咧索马利兰的以色列人发动攻击。就连欧洲联盟都发声明，讲尊重索马利亚因的主权，谴责以色列这项建交行动。 自行宣布独立超过30年的索马利兰，总算头一摆得到联合国会馆外交承认。首都哈尔戈萨的街路，民众是欢喜跳舞，到暗暝，搁较有大楼出现电火投影，展现大白的以色列国旗。It's good to talk to you, and before anything else,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'm signing now, as we speak, Israel's official recognition of Somaliland and its right of self-determination. Please convey my best regards and the best regards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to the independent people of Somaliland. Thank you, sir. That's a great moment and great historical day. 索马利兰伫2020年甲咱国签署双边议定书，佮附设办事处，也毋过并无正式建立外交关系，所以以色列成做第一个甲索马利兰建交的国家。إن الصومال لا يرى في هذه الخطوة مجرد اعتداء إسرائيلي آخر على دولة عربية أخرى، بل يعتبره اعتداء مباشرا ومسا بالأمن القومي العربي ككله وأمن الملاحة 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. 除了阿拉伯联盟甲索马利亚同齐对索马利兰得到外交承认强烈不满，包括索马利亚青年军甲也门青年运动等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，也枪下要对任何出现伫索马利兰的以色列人发动攻击。欧盟也以尊重索马利亚主权为由，谴责以色列的外交承认。 索马利兰伫1991年索马利亚内战中宣布脱离索马利亚独立。2001年制定新宪法了后，为2003年开始定期举行大选。搁伫2024年的大选中，头一摆达成政党轮替，由迄当时的反对党索马利兰国家党候选人穆罕默德·阿卜杜拉当选行宪了后的第4任总统。目前的索马利兰甲索马利亚拢方伫做全球上善车的国家，也毋过索马利兰的人平均 GDP 有775美金，比索马利亚悬出 73.4%，同时比真接强攻的索马利兰也较安全、较稳定。公司新闻七家真便宜。